这个所在是台北市的中正区，有一个老先生专门用假车号来骗红包。这个老先生拢是选这种下寮单行道的巷仔，看头前有车驶我来伊的身边的时阵，伊就伸手去共回车去共摸车，啊，就乱讲人车甲压着，讨要爱钱，啊是讨无济，拢差不多爱3000块。都一个受害的民众，安尼互骗走着3000块，尾也想咧怪怪，去报警，调监视器出来一个看，才知影假车号咧共骗钱。巷仔内车驶去头前，一位穿黄衫的老先生行过向煞来车停落来，驾驶落车来看发生啥物代志。详细来看，黑色轿车驶去头前，老先生经过车的边仔，雄雄把手伸出来，煞来用手去摸车身2摆，驾驶犯怪怪随停车。这位老先生甲驾驶讲，互车弄着伤。毋过换另外一个角度详细看，车是正常驶去头前。老先生超工把手伸出来去摸车身了后，讲家己着伤，要求赔偿。一直到画面现跟驾驶者发现真相。老翁会专门选像这样子狭窄的巷子，只要等车子通过的时候，就会把手伸出去触碰车子，制造假车祸。驾驶一开始讲问老先生敢有安怎，老先生讲家己的手互车弄着伤，无法度做工课。驾驶讲会当载伊去买药啊。老先生说要求3000的红包，回去了后，驾驶犯怪怪随报警。近期运势不佳，需要红包来改运。那殊不知运还没改到，反遭到警方逮获。警方呼吁发生车祸也是来报警，透过监视器、行车记录器，嘛会当了解过程、调查责任，嘛会当避免互人设计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